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56篇9節，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後。神幫助我，這是我所知道的。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後。神幫助我，這是我所知道的。面對生活上嘅變化、困難或未知嘅將來，我哋都會感到憂慮不安，甚至恐懼。然而神嘅話語卻帶嚟安慰，提醒我哋將重心從環境轉移到神身上，倚靠神，必不懼怕。因神會顧念我哋嘅艱難、軟弱同埋眼淚。神啊，感謝你作我哋嘅幫助同埋倚靠，垂聽我哋嘅呼求。喺我哋感到恐懼嘅時候，求你加我哋平安、信心同埋盼望，使我哋活喺你嘅愛同埋光之中，仰望你嘅帶領，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